大家敢听到我的声？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子里的网络好厝边，先来甲大家小借问。怎么这暗晚欢迎，各位伊头条个是暗晚欢迎，各位阿酸暗晚欢迎，各位阿君啊暗晚欢迎，各位 Mercury 暗晚欢迎，各位 Santa 暗晚欢迎，欢迎你们来。晚安有哦吼，好有声就好。大家暗晚大家好。今仔日要来学客话，我应该算是袂晓客话对，忘记说了，我平常火车有错过什么吗？没有，才刚开，我准时开，不要紧张。但是7点才开足准时，准备暗晚欢迎你来，还有鸟美国最暗晚欢迎你来，食饱未？还未？因为我还未枵，毋过我有传暗顿小等放上了就会来食。是的对，好像最近又多了一些新朋友会来看台。那再次提醒大家，我平常开台讲台语很多啊。对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可以在聊天室问大家，或是问我，好不好？我就较惯势讲台语，所以就会切倒转去。今仔日今天来学客语，客话学习加油好，加油！今天来学客语，就是进前 Glossica 这个平台这个网站，好像其实好一阵子之前我就有注意到它可以拿来学台语了，对，但是呢，之前他没有把它叫台语，他之前把它叫做闽南语，对前阵子他把它改名了，前阵子他把它从那个闽南语改成台语了，那时候就有看到对耶，就有些人在讨论这个网站然后我就想说对耶，还有这个网站，我想说那我来看一下好了。就看要不要开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网站 Glossica， 然后我就发现它可以学客语。我就想讲，我台语就已经会晓讲啊，就我好像本来就算是会讲台语，那我来学台语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对不对？我来学台语好像不是很有趣，那我来学客语吧，反正我本来就想学客语。对，然后如果大家之前有看过我，就请大家帮我一起想那个要用台湾话做100行代志，就是之前有列一个表格，说想要用台语做100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有让大家提供看想要我做什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叫我要用台语客话，叫我用台语做什么事情呢？叫我用台语学客语。然后我今天发现，不是今天啦，我发现 Glossica 可以耶，Glossica 可以做到耶。对，那对我们好像废话讲太多了，我们可以赶快来看看是个怎么样的网站大家如果想学台语的话，也可以用看也可以试试看这个网站学入门的台语，看看是就可以试试看就对了。是的，好 ，OK， 来开始，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做今日要做的代志咱来试看嘛，敢会当用台湾话来学客话，来，赞吼，对我也觉得蛮赞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吧。我们的网站，我应该有放在说明栏啦。我其实有放在说明栏，所以大家如果迫不及待马上想要试试看的话，可以去那边找连结。当然也可以下播之后再试试看可以现在先看我玩，然后下播之后再去自己试试看也是可以。而且电脑版跟手机版都可以用台语学客语。对，但是它有一些设定，如果你想要用台语学客语的话，有一些设定要稍微注意啦。好，那我就先来带大家来看这个网站。那它有手机的 app 对，它有手机版的 app， 所以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我不知道，我是用那个 Android 的，所以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找 Glossica 就会找到了。很怕大家跑去玩不看直播。对呀，我的同街还是要顾一下，大家可以那个看完之后开心了，再看完我的表演之后，自己再去试试看这样子。好啦。那是的，那它手机版可以学习之外，我们也可以用网页版学习。那我们就先用网页来学给大家看吧。来，开完，来，尚未选择任何课程，没错，它有非常多的语言可以选。是的，就是非常多。对，它好像本来是让大家学外语的平台嘛。对，但总之也不用太在意什么外语不外语的，反正可以给你学你原本不会的语言就对了。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客家，对，我们还要决定一件很重要的事，请问我要学四线腔还是海陆腔？结果我自己都还没决定结果想了这么久都还没决定。现在给大家投票好了，来，好的，给邓票，要学哪一种嘞？
视线。啊，等一下，两帕基学哪一种？什么叫选好？小孩子在做选择，我们至少先从一个开始，好不好？先从一个开始。对，那个，对啦，私底下2个都学，大家想要2个都学也是可以。你们这些人是怎样啊？先选一个，可以2个都要，但总要有一个先吧。决定难度吗？这算难度吗？就是不一样的枪啊，就是不一样的枪。然后就我所知，就是视线枪是比较多人讲的，视线枪是比较多人讲的，是的。然后海陆应该是第2多，是决定难度嘛？所以好像不直接的跟难度有关啦。对，可以放按欢迎按啊，好，这样念按 ，OK， 按，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是的。然后难度可能体现在那个，既然视线枪是比较多人会讲的枪的话，那应该就是相关的资源素材会比较多，所以难度可能差在这啦，所以可能也跟难度有一点关系，没有错，我觉得多少也是有。对，好的，视线枪比较多票是不是？好，那就视线枪，那个都学的齁，你们也给我去学啊，好。那我们就从视线枪，对，然后最重要，你的母语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选台语耶，我们就可以用台语学客语了，好不好？你的母语是啥？当然，这是有大家选那个你上届熟手的，就是你小时候自然学会的那个语言吧，就是你想要拿来学你其他语言的那个语言，对。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台语不够让你学客语用的话，你可以选中文，没关系。这个大家欢喜就好，大家自己研究哈。好啊，我的语言我是初学者，我是初学者。好，来开始。真做初学者，你一开始可能啊 Glossica 的练习，做有挑战。不过免烦恼，逐工听几个句，尽力去模仿母语人士讲话，确实甲学习做了，真紧你就会进步好，了解。这下老师是南视线。哦，好，南视线跟视线不一样吧？记得南视线跟视线其实不一样。对，虽然我没有学过任何一个，对，不是怎么又变成 OK 好啦 Target language 为什么是英文呢？为什么是英文？他说什么？从这边可以看我的进度，好，然后我还可以换别的语言，我可以一次学好多个，知道了。然后嘞 ，dashboard 跟 library。好，反正就是可以看我现在学到什么程度就对了。Retake placement test， 想要被分到更高级的时候，可以来这边考试，然后就可以重新分到别的级。好，知道了。还可以换比较简单的。好，我们还是把它换过来。来，中文给大家看。来，今嘛它有试用期哦，所以我试用期过了是要付钱是吗？好。那总之，我们先来学看。老师，新三声调大概写唔对。我连写都还不会写，应该是还没有写声调的问题。好，来，咱来开始学习新的句。他用了麦克风好，听力练习。我无怪意。大家应该有听得到那个网页的声音哈。我无介意。等下，我想差。顶来。做得。我无介意，什么意思？知影？就是无要紧，敢是就是无要紧。做得。来去。来去。所以伊就是爱我录音嘛。若是用客语学日文，是不是就当做一摆学2种语言？毋是啊，你客语爱有一个程度，你客话爱有一个程度，你才有法度用客话学日本话学有啊。无迄个伊到在拢是敢若写迄个课文甲日文，你毋都拢看无？来好，来就是来去。OK，
来去。啊呀，走开， OK， 闪走开，闪就是走开。OK， 毋是无要唱歌。伊嘛无甲我拍分数，我太知影我读了好啊毋好，还是伊是上尾才会甲我拍分数。所以闪就是走开，走开。好啊呗，哦，好嘛，好忙，好嘛，好忙，这个题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它还有英文翻译是不是？好啊袂好，那也是这个字。好啊袂啊，应该不是这个啊呢。好啊，好啊，对啊，好啊袂那是这个啊，那是这个啊。不要紧。好忙。是不是不对？基油，基油，基油，吃饭忙，嘿啊，我知影忙这个字就是你问人食饱未，就会当讲吃饱忙对无？应该我小可会晓做一丝丝啦，一丝丝啦。哎呀，阿妈欢迎你来，吃饱忙，食饱未？要写批抗议哦。好啦，嘛是会使啦。这可能对啊，大家若是有发现倒位怪怪，伊敢会当无法度，伊可能真正爱写批哦。因为像讲迄个做啥，像讲迄个多邻国，就是伊会当直接，你若讲伊题目有问题，你就会当随试讲，我讲即个题目有问题，就会当随反应。啊，毋过这看起来无。找无迄个饲料。好啦，伊有就是基油啥？基油。闪，走开，走开。所以可能足侪学语言的服务，可能足侪学语言的 App 拢是安尼，拢是爱共款的物件会重复出现，互你练习得到，安尼嘛是有理。闪就是走开对吧？走开。好啊呗，好嘛，好嘛。什么？毋是基油，他有讲基油，毋是讲乌油。伊咧甲我学习，对啊，伊咧甲我学习呢，咧头拄仔才看到的。随学随学习，好嘛？我无怪伊，我无怪伊。做得，做得。敢有会晓讲客人会当甲我讲一下，做得是毋是嘛有会使的意思？敢有？就是甲迄个，那会犯罪我无介意啊。嘿啊，做得毋就是做得安怎的做得？这毋就是会使的意思，那会犯罪我无怪意。应该是讲我无怪，应该是讲我无怪意，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情形，敢是？好，我无确定啦。好，袂要紧，若是有知影的人会当甲我讲。做得。伊有。基油。伫歌内底拢是会使较济。我的印象我较有听到嘛是会使的意思较济啦。好来，基油。来去，来去，来去。好啊呗，好嘛。好，伊讲会当跳过简单的句，我要来跳。伊有。伤济啊。来，会晓的都跳过。我无怪伊。OK， 后一组。伊跳舞。开始有变化，伊跳舞。OK。伊跳舞。伊跳舞，敢是？
去跳舞，去跳舞，去跳舞，去跳舞。紧做代志，哦，夹做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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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夹是这字哦，我知影夹夹是紧的意思，啊，毋过我毋知影夹是这个字，毋知影伊是用啥物系统哦。夹做书。看天顶，哦，昆田档，昆田档，空田档，开始愈来愈困难。写伤侪落音哪会动？哦，对啊，我知影 YouTube 若像你若写较侪全罗马字的，伊就会甲你动。嘿，伊看无 YouTube 看无，伊毋知影迄是，伊毋知影迄是啥物语言的字，所以伊就哎。好，等下我袂记啊，空田档是啊，伊太无教我即个字安怎读。空田档，咱来行，哦，来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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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伊的罗马字看起来较生路，我毋知影是安怎是了。伊无甲我解说伊这罗马字的规则呢。好，袂要紧，咱来行就是来去了，好知影。来去了，伊感冒，哦，伊感冒，去环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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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张来了，毋是再会的意思，敢是？应该以后无教着再会吼。等下，迄声调我袂记，佮听一解。去环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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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环岛。看天顶，哦好，伊跳，来去了，学过，咱先跳过。伊感冒，紧做代。我来看，敢有搁较困难呢？啊，会当学习。啊，是安怎我达即个目标无迄个啊？敢是因为我无纳钱？敢是？哦，有这学习进度。你记你几若当前用来学台语，嘛是无甲你解说罗马字的规则，所以你用几工就无开 app。哦，所以大家若是咧设计即个学语言的 app 的时阵，真正爱注意吼，真正迄个罗马字的规则爱先解说，无学习的人，无咧学的人可能会真痛苦，对无？就会较无想要学，对无？敢会？因为我嘛会。哈，目前无记录，我头拄仔学的算啥？我头拄仔学的算啥物？伊是安怎无甲我记起来？敢是因为我无纳钱？学习目标到底是有？还是无？零是啥物意思？毋过我感觉头拄仔可能小可仔会晓，无咱来试看卖好啦，无咱来看到底会当分伫倒一级好啊？要是因为无设定目标，哦，无设定目标，原来是安尼，还是要位倒位啊？编辑啊，算较巧。大概学习回合有25遍的练习，你学着5个新的句，大家句会，大家句会练5解，好。建议会当为逐工安尼25解开始，好，我无啊，我就爱上困难的啊，哈哈，好来啦，无咱来，根本就无设定，伊无甲我讲啊。就甲伊无解说罗马字的规则共款咯，伊无甲我讲，这嘛爱设定对吧？建议逐工拢会当安排学习，学习爱是练新的句的2倍，伤济啊啦，成100就好，100就袂歹啊。好，咱来重新测验好啊，咱来看咱等下阿辉到底客话是啥物程度咧？
加在无收钱夹配，哎对啊，伊都无互我钱啊！我真正是头一摆试用，真正是甲我头一摆试用的即个，拢互大家看好不好？来啦，无咱来测验啦，咱来考试。然后也保留我目前的进度啊，好，来考。哦，紧张，足久无考试啊！来，哦，伊真正是写台文，所以用台文来考我的客话好，就知影。日朋友喺啲夫圈希望，日片 what？日朋友喺啲夫圈希望，日片有迄啲附近，听起来就是附近的意思呢。日朋友喺啲夫圈希望，哦，安尼是毋是我小可晓会对啊？你的朋友敢是住喺附近对无？应该是，哦，安尼对哦。黑毛是啊，黑毛就是丝无对无？黑毛，黑就是丝，黑就是丝，所以黑毛应该是丝无是啊，安尼。哦 ，OK。后一题，伊想要老定遮久，想要遮久。我喺上班族，嘿，上班族，上班族จ้他会迄个选项愈来愈济。安尼毋就是伫办公室做工课，工课毋是即个字呢？工课哪会是即个工？哦，伊个大文小可爱的毋对，小可爱叮当去哦。过来听一个。我喺上班族，上班族应该是，我是上班族对无？上班族，所以就是我伫办公室做工课哦。因为迄个台语可能较无讲上班族对无？所以伊甲翻做我伫办公室做工课好。我总想要知影即个故事伫啥物情形会出现呢？我以前上班的迄间公司伤恐怖啊！这有生活化哦，这是生活化的，真正用得到即个句。所以应该是这你上班头脑拢空，我嘛是啊。敢袂当安尼讲？除非讲我做事做到太暗，希望跟田公益见面。有够长，过来，搁听一个。伊毋若长，伊搁真紧呢。除非讲我做事做到太暗，希望跟田公益见面。做事做到太暗，敢是？听起来就是上班上甲伤晏。这应该是真侪人的，迄个集场几啊个对啊。就是迄个你会离职，就是因为你即一个公司伤恐怖，对无？见面又讲见面啥？伊阮啥？伊阮啥？那是即个字啊，阮无阮明仔再见。毋过看有啦，就是小可怪怪啊。毋过看有啦，就是甲平常时惯时用的汉字小可无共。阮就是几啊个合集。伊真正讲足紧的呢，伊真正是有咧甲我考，无若讲伤慢嘛无意思，嘛无考验着对无？这听起来应该是即句吼。今日会需要联络我会互你我的手机号码哦。除非讲我做事做到太暗，希望跟田公益见面。田公益是啥物日？好，我毋知影明仔载客话要安怎讲，啊，毋过我若用摇的，应该是摇会出来。过来，用听的真正是比家己讲较简单。我当欢喜唔要提倡爱开飞，以免我完全听不用睇咧。有够长。毋过我听话是动范喜，晓得吧？是吧？动范喜就是真欢喜，所以我知影是这。等下，这真正拢是迄个呢？是安怎遮济拢是集场的迄个几啊个会出现的？这是职场鬼故事用到的句子。大部分伫会议中的建议并无非常合理。这太生活化了，太安尼。伊做这拢是商业的句啥？掠 keyword 来听，对啊，我变做是咧掠 keyword 来听意思。啊，毋过伊若问我，伊若无互我看选项。问我规句啥物意思，我可能真无毋知。我当欢喜唔要提倡爱开飞，以免我完全听不用睇咧。爱开飞啊！拢替开发者的，敢是？伊敢是迄个
迄个负责做这个系统的人做发现讲啊，我伫会议中接受到的建议拢无合理，啊，就偷偷甲即题放入起来，偷甲即题放入来安尼，好，安尼有啊，毋过安尼摇出来，这无代表我的迄个实力，完全没办法代表我的实力呢。哇，安尼敢袂听就变做迄个上高级，啊，我就学甲要死。哈，创办人是台湾人。查甫看起来同严重，毋过好彩嘅係無人受傷。哦，佮聽一個。也查甫看起來同嚴重，毋過好彩嘅係無人受傷。所以幸運是講好彩，好彩頭的迄個好彩頭的頭兩字啫，聽起來有成啊。創辦人是台灣人哦，這我唔知呢。所以竟然，佮聽一個。也查甫看起來同嚴重，毋過好彩嘅係無人受傷。無人受傷，因為挫，那像用漢字嘛是寫咱台語的迄個吊，吊傷的吊，所以漢字可能共款是吊傷，毋過毋知影伊遮是寫受傷，受傷吊傷攏有人講啦。OK， 應該是這要着來，過來。好，咁我都真正迄個考甲上高級。應該先生提供本案需要嘅教育，本案做得啲社會老人見證。伊講先生我就知啊，先生就敢若只有先生啊，阮的老師啊，阮的老師互阮必要的教育。應該先生提供本案需要嘅教育，本案做得啲社會老人見證。做得伫社會，會使伫社會做伫社會，老人見證，甲人競爭。OK，感覺我其實小可有天分，敢是？學甲迄個常做有自信，太安尼。可了，我真愛為 B2 開始哦。好。伊也無記錄啊！我毋是頭拄是考試，毋是練習，好安尼無代誌。啥物火子較工意，風度上手，我白豆，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咱就把握機會，真正來好好學習者，來學看覓，來甲今仔日的目標做了。毋過伊講我閣會當試用2工，所以是毋是後擺愛納錢啊？毋過嘛是啦，人這個服務若真好用，伊摕到錢嘛是天公地道，嘛對，好，咱就真正來試看覓，看迄個學起來感覺安怎？來，毋過這學習課是，好，咱就來學新的句，語言天才太有，哇，有夠長。而且伊是用英語名 Jack， 啥物用客話寫博士論文，都講無要讀博士，我連碩士都毋捌讀過咧。逐工攏愛甲你罵，嘛是會忝。Jack 無定開車，我攏講駛車啦，毋過開車嘛有人講。Jack 無定駛車開車去上班，客話安怎講呢？唔是 Jack 是送 Jack 無同接視察去上班。伊講 Jack 無同接視察去上班。Jack 無同接視察去上班，敢是？你就去讀碩士，你要贊，恁上無嘛要贊助學費嘛，足貴的呢。後回若真正有考慮要讀的時陣，我一定開迄個無資條，好不？雖然暫時沒有這個規劃，但哪天真的要被你們逼去讀碩士，我一定開募資條，叫你們給我錢，我一定開募資條，不然哪有錢？好來，今天好激動哦，怎麼這樣？好啦 ，Jack 無同接，這聽起來甲台語的接嘛足像的呢，因為雖然伊這是寫無定開車，毋過若我會講無足接，無接駛車。無接駛車，所以甲即個同接的接聽起來有夠像的。安尼是毋是其實
台湾话甲客话有一寡词是嘛是小可有类似的哦，所以若是大家已经会晓台湾话，反正学客话学较紧哦，嘛是有可能呢，我毋知啦。好来，我要来讲几句的。毋是，我若黑白讲毋对，伊敢会迄个叫我重讲啊？无我来试看觅好啊，我讲台湾话看伊会安怎？Jack 无定定开车去上班。Jack 无同接时才会去上班。伊太无叫 Jack 我。无同接时才会去上班。我敢知影硕士会当申請獎學金，我知，毋過我敢申請會到，我嘛無好確定。嘿，好來錄音，我要來試看覓看吶，黑白講會安怎？Jack 無定定賽車去上班，遮無位通坐。夜尾無邊嘢好坐。哈！夜尾無邊嘢好坐。伊太會放我過，伊太會放我過，我頭拄仔根本都毋是講客話，伊是安怎無甲我主動？哈！伊到底敢會甲我拍分數啊？伊是敢有咧拍分數？安尼我才會知影我講的對啊毋對？對啊，黑白錄音嘛，過太安尼，太安尼。阿玲阿媽歡迎。哦，你下班啊，恭喜下班，恭喜你下班來學客話。對啊，我正開始認真，敢有認真？有啦，正開始咧學客話。嘿哦，你甲客話白話字當做台灣話白話字的 DLC 咧算，啊毋是？客話白話字甲台灣話白話字的理路，毋是大部分攏是通的，敢毋是？我會記得大部分攏是通的啊，所以你若會曉迄個台灣話白話字，你要看客話白話字，你就真有可能看有。啊，你看有讀出來，你敢知影意思？迄是另外一回事。啊，毋過你可能就真看有，啊，佫讀會出來。嘿啊，白話字袂歹啦，白話字袂歹，好用，真正好用。好。遮無位通坐，夜尾無位的，好錯。我客話 B2 毋是，我是用搖的，我是聽迄個 keyword 用搖的，無準算，無準算啦，袂當安尼。毋過伊太遮是寫校，敢是校？夜尾無位的好坐，夜尾無位的好坐。毋過下骹即段是好錯，夜尾無位嘅好錯，好錯，伊太無通因為其實我知影伊應該是用一寡 AI 來鬥相共啦。嘿，我若無看毋對，伊其實有寫，嘿，這個 Glossica 伊是有用 AI 來鬥相共啊。即擺多鄰國嘛有哦，嘿，所以可能有誒所在。有可能，我講有可能是無校對過，啊，無一定是非常正確，可能小可會有重大的所在，所以我有淡薄仔無確定，敢是因為安尼，哦，所以這兩紙看起來小可無共，啊好啦，啊是認真來錄音好啊，夜尾無尾的好錯，敢對？我逐工透早做瑜伽。哈？你講啥？我逐工透早做瑜伽，你咧？即時嘛是愛讀儒啊，瑜伽，啊毋是他有人講儒家，敢有人講儒家？我頭一擺聽到，我是敢講這個，若是音譯的，就直接照音就好。你若個要讀這個算是可能是。華語音譯的漢字的變做翻譯兩解，就有淡薄無合理。嘿，馬子裡阿蠻歡迎你來，閣有阿水阿水阿蠻歡迎你來。即擺咧做認真咧用台灣話學客話，啊毋過我發現伊的台灣話小可互我吐槽，已經真好啊啦，啊毋過有一寡所在互我感覺小可怪怪。嘿，瑜伽哦，好來，啊，毋過客話，毋是安尼，我會煩惱呢。安尼我會煩惱，我學到的客話敢是正確的。啊，毋過可能上無會當學甲九成正確，吼，有可能。所以我若真正完全無任何的資源，無任何的資源啊，完全無人會當甲我鬥相共的時陣，
凡说我会当安尼学到9成正确的客话，吼啊，刷落来才去修正。我毋知影即个方法敢好嘿，互大家想看觅。好，来，我当日早晨做 yoga， no。啊，毋是伊遮就讲 yoga， 啊，是安怎台语你要讲我当日瑜伽？早晨做 yoga， no。对，听起来做成瑜伽吼，牛角迄个瑜伽，毋是，是安怎你台语是讲瑜伽，啊，毋过客话是讲 yoga， 我 yoga 较合理啊，会当拢讲 yoga。过来听一摆，过来听一摆。我当日早晨做 yoga，no。哦，我當日早晨做 yoga，no。我敢會當考試？好啦，免考啊。甲蘇敏講伊的新工課真趣味。加蘇敏，但是加蘇敏。 Jasmine 講嘅新頭路醫生期。Jasmine 講嘅新頭路醫生期。Jasmine 講行新條路醫生期。加蘇敏，但是加蘇敏是袂加蘇的呢。加蘇敏講伊的新工課真趣味。Jasmine 講贏，敢是講贏新條路醫生期。Jasmine 講嘅新頭路醫生期。醫生期。Jasmine 講嘅新頭路醫生期。對啊，現在都是加蘇敏。他會講加蘇敏愈聽愈順啊，敢是8點檔有這種角色啊？敢是？嘿，其實睇暗捺環境你來，即樣做認真咧用台灣話學客話，啊毋過，伊個台灣話一直互我吐槽。Jasmine， 我感覺 Jasmine 這種名就直接講 Jasmine 就好，啊毋知影是安怎伊台灣話是加蘇敏。好啦 ，Jasmine 講贏新條路醫生期。你敢有逐工透早做瑜伽？啊無。瑜伽，個瑜伽。當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當日早晨。當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要做 yoga 係冇？先做啱啱環境你來。迄個我正發現一個問題，就是伊個台語一直互我吐槽。即擺就是伊個台語可能，伊個台語個台文可能有9成，應該有9成，可能有9成是對的。毋過毋是100%攏是對的，所以我即擺咧煩惱講伊個客話敢會有毋對的所在，毋過我毋知，所以若準有，大家會當甲我講。可以用英文，結果他又直翻發瘋，我毋知啦。有機會再來寄批甲伊講，無要安怎？對啊，救人哦。等下，逐字要安怎講？突然，敢是安尼？當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當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來。逐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 Jack 無定定開車去上班。毋過這是 Jack。Jack 無同接時才去上班。毋過這是 Jack， 伊無個變做 Jack 無同接時才去上班。Jack 之類的。好啦。迄個有一個朋友頭拄仔才來吼，甲恁講，伊這錄音，其實錄好耍的，我想學白錄，互恁看覓。大家好，我是花枝，你的網絡好厝邊，我即擺咧學白錄音，甲題目一絲關係都無。你敢有逐工透早做瑜伽？無代誌，這是錄好耍的。當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對啊，現在是英語名。當日早晨要做 yoga 係冇？會當互咱一寡較是客人的名，對啊，安尼毋是較好。就順煞學即個語言的時陣，順煞學一寡可能定定看會到的名，大概是先做啥物款哦。好，所以又知道了，大家如果想要製作一個學習語言的 app 的時候，可以注意那個名字哦。名字可以用符合那個語言會出現的名字，會感覺比較沒那麼奇怪，好不好？我們今天就不學重複的了。甲蘇敏講。
买个加薯饼啊！这无 Jack 无定定。啊，有那么好笑吗？笑到朋友问你看到什么？你今你直接去个加薯饼是？加薯饼真是听起来有够好笑。水伫摄氏100度的时会滚。哦。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哈，迄录音是录互家己听的，所以家己会当听。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所以家己是会当听的。哦，好，我小等试看觅。应该后面做啥物？三妹，敢是三妹？敢是安尼读？我真惊我读唔对。嘿，加薯饼敢有他？加薯饼敢有遐好笑？好，我们频道奇怪的梗要增加一个了，是不是？以后那个哪个来宾来，就是我就不管他是谁，他就叫加薯饼了。好，就这样。我根本不知道下一个来宾是谁，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下次跟我联动的人会是谁。这背景是那种都用英文称呼员工的，有像啊。哎呀，唔知影是安怎有做侪公司拢是叫员工的时阵，拢是爱用英语名。嘿，唔知影是安怎，足侪呢。即摆若去食头路，足侪所在拢是安尼呢。嘿，加薯饼，你好。嘿，下次谁来跟我联动，我不管他是谁，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哦。我根本没有看我的周表。下次那个不管是谁跟我来联动，下一个人，伊就做加薯饼啊，我已经决定啊。反正你们觉得很好，我也觉得很好笑。没人敢跟我联动，不行，我一定会随便抓一个人来。他有这种主播。好啦，头拄仔拢无听到重点，过来。伊讲啥？水伫摄哈？你无英文名，家己发明一个啊。水伫摄氏100度。摄氏哦。滚。摄氏哦。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伊讲沙士啊，毋过我看这罗马字无成诶。水伫，这敢是摄氏？我毋知。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世界敢是安尼用？我毋知。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啊，伊罗马字这看起来是摄氏，啊是安怎伊是沙士？哇！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哈，我到底敢会当相信伊？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啊，头拄有人讲这录音是录互家己听的，无我来听看觅，要安怎用我毋知。好，到底对一才是对的，毋是？到底是沙士还是摄氏？我真毋知。敢讲我开始找书典出来。啊，愈来愈怀疑，对啊，我真愈来愈怀疑。毋是啊，台语是摄影，我知啊，毋过这毋是台语啊，这客话啊，我毋知影客话是安怎读啊，我毋知影客话到底是对一个才对的。好啦，我先对罗马字好啊。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毋过我嘛毋知影时节敢是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哎，水伫摄氏100度嘅时节要滚。我收到真侪婚礼邀请。我收到同道说休就嘅贴。我收到同道说休就嘅贴。我收到真侪婚礼邀请，台语嘛有讲贴啊。撮合花写摄哦，所以真正是摄氏 ，OK。啊，毋过时节敢是安尼用，我毋知。我收到真侪婚礼邀请，啊，毋是啊，台语毋是嘛有讲贴啊，嘛是会当讲喜帖啊，是安怎你着要婚礼邀请？罗马字甲音对袂起来，对啊，好啦，即马我摇啦，因为伊有讲伊是有讲伊是用 AI 来斗相共的，所以可能其他的语言我毋知，啊，毋过我知影就是台语、台文客语。客文当然原住民语可能搁较无资源，嘿，真有可能啊。遮个语言因为网络顶面的资料真正较少，所以迄个 AI 生出来的物件拢会较无正确。
大家若是有算 AI，大家若是有算一寡 AI，都会感受到，就感受到，比如讲 ChatGPT， 你若叫伊翻台文，你若叫伊写台文，伊会有足侪字拢是用唔到的。所以我咧想啦，可能用客话客语嘛是会有小共的状况，对，所以，我到即马为时节有成台语的时阵，OK，所以若真正当作是时阵，安尼用可能是有合理，OK。所以啦，我即马的感觉就是可能咱咧做一寡你要无去的语言的时阵，较少人咧讲的语言的时阵，咱真正爱较注意，就是 AI 会愈来愈无可靠。用中文重讲。如果今天是要做一个濒危语言，就是快要消失的语言的学习平台的时候，可能 AI 生出来的东西正确率会更低，可能 AI 做出来的东西会更不正确，所以这一类的语言的学习平台能不能用 AI 生内容，我觉得要想一下。对，那如果可以有人工校对的话，应该是会好很多啦。是的，好，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我应不应该继续这样学下去耶？因为不太确定它会不会交错，对，不太确定它会不会交错。你们觉得呢？您感觉呢？所以我若真正要用台湾话学客话，是不是后摆真正要找一个会晓讲台湾话，搁会晓教客话的人，安尼较好啊！好啦，无咱先摕出看安怎？头拄学的敢会有头拄学的有准绳 ，OK， 头拄学的有准绳。哇，哪会安尼？安尼只好放客话歌来学嘛是啦。要不要试试看海陆腔？好啦，真拿你们没办法。好。继续用台语哦，因为标题都安尼写，咱就用台语来学客话，好。搁来试看觅，搁来测验看觅，看敢会搁较听无？可能会搁较听无，因为我较有机会听到客语的时阵，应该嘛是迄个可能是坐车的时阵，伊迄个广播可能敢是广播？伊的放送，或者就是坐车的时阵，伊的放送，可能是有客话，毋过应该是迄个四线腔，所以海陆腔我应该是非常的不熟。咱来看我敢听有，毋知影敢听有试看觅。哈？他有解释诶，把听到的念出来，然后再选答案。如果念起来卡卡的，就不要往下了。OK， 我不管啦。記得摸動到朋友，哈？記得摸動到朋友，記得摸動到朋友，聽起來朋友是朋友對吧？伊無真濟朋友，小可聽有。過來！最尾，基礎技槍差，對富人機槍到市中心來盤點。我可能其實有看選項，應該是約出來是這啦，毋過已經足長，已經讀袂出來好，無咱就為遮開始。好咱來算看覓，無真濟朋友這太安尼，海陸會比較多日的音這個我小可有聽人講過，迄個聲音差足濟對吧？毋是差足濟，就是我知影聲調無共。同一个字的声调会不一样，然后会有日的音，这个是四线腔好像没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就是实际学看，来试看嘛，来，好算无？好算无？要安怎讲？好搞么？那听起来有淡薄像咧骂人，敢是？好搞么？ OK， 好搞么？
啊，我想要让咱听家己的录音，纯听，完整练习，有分哦，完整练习才能自己听，是不是？敢是安尼？不是互狗懵，不是互狗懵，莫有别讲。互狗摸，互狗互狗摸，互狗摸，互狗摸。伫倒位？伊嘛无互我迄落。顿来，顿来，哦，伤紧啊！顿来，敢是？顿来，顿来，顿来。敢是？我毋知呢。顿来，足贵？足贵，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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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水在哩？水在哩。油菜呢？油菜，油菜呢？油菜呢？水在哩，台语嘛有讲油在哩呢，可能有互相影响啊，是安那？毋是影响，可能有互相影响啊，是安那？对无？台语嘛有讲油在哩。油菜呢？油菜呢？油菜呢？伤贵啊！伤贵啊！忒贵咧，忒贵咧，忒贵咧，忒贵咧。足贵？啊好，冻同款的咱都跳过。好算好，水在哩？水在哩？伫倒位？毋是我直接退出就好啊。好，过来。我无设定目标啦。好啦，目标先25就好。过来。伊头拄仔无互我先看要学啥，啊，即摆才有哦。有贵无？太有两抓，太有两笔。是特快车，伤咸吗？是乌阴天。敢毋讲好来。有贵无？有贵无？袂贵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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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咸吗？忒咸咧，忒咸咧，忒咸咧，忒咸咧。有贵无？会晓啊，跳过。是特快车？是特快车？系铁快车，系铁快车，系特快车。这我发袂出来呢，搁听一摆。系铁快车，系铁快车。伊敢是有片音？系特快车，敢是？敢有人会当甲我讲？系铁快车，系铁快车，系特快车，敢是有片音？听起来小可成有片音的款，敢是？敢有人会当甲我加一个？系铁快车，系铁快车，系特快车。是乌阴天？大概无片音，安尼呢？系乌阴天，系乌阴天，系乌阴天。所以淡薄仔片哦。可能说找客语系 VTuber 来联动，我一直都想要找的，毋过我一直无找到，就是真正有定咧讲客话，一看就知影会当甲我教的。那找无就必会晓讲客的人出道。好，即摆开教室是毋是有人会晓讲客话啊？干嘛呢？我过去暗网欢迎你来，暗网做下拍对啊，做下拍。我都毋知影会当，我都毋知影即世人会当有机会用台湾话学客话呢，好爽，好爽。虽然有淡薄仔无确定学了到底对啊毋对啊，毋过嘿，是啊，我太会知。家己咧讲客话，毋过会记才有人会啊，对啊，是爽啊。即句客话哪会成法语？我搁听一摆看觅。系乌阴天，哦，系乌阴天。你安尼讲是有淡薄仔像，系乌阴天，敢是？系乌阴天。系乌阴天，系乌阴天，系乌阴天。有贵无？会晓啊，跳过。是特快？会晓啊，跳过。是乌？会晓。伤咸吗？会晓。伤咸。好，过来。哈，伊拍网球，
啊，这当时用得到，可能我较无咧运动，啊，毋是哦，这字走袂出来是吧？爱走袂出来。哦，舞我小可教舞，OK， 舞。凊彩抽一个观众变做假输兵，干嘛呢？干嘛呢？哎，敢是叫你玉子，敢是玉子暗蛮欢迎你来。嗨，玉子你好，我们现在正在用台语学客语，非常困难。先抓要变做假输兵啊，应该无是要做假输兵哦。好啦，啊若真要做假输兵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敢有介意？敢有介意？有角羽毛，有角羽毛，有角羽毛，敢是？啊，毋过伊这敢有介意？真迄个文化真是做台语，无对。有角羽毛，有角羽毛。毋过你嘛会当讲有介意无啊？嘿啊，你要记住好。你是记住做假输兵，啊无讲记住出道对无？啊，安尼好。好啦，佮听一摆，我真但无我对袂调。有角羽毛，有角羽毛，有角羽毛。到底是头条对啊毋对？佮啉一下水，我伤激动啊，伤吵。有角羽毛，大家讲了毋对。旅途快乐，旅途快乐。立行快乐，立行快乐，立行快乐。知影，恭喜出道，恭喜先抓出道。啊？酒闸？什么酒闸？什么？谁要开酒闸？先抓要开酒闸。立行快乐，立行快乐，立行快乐，立行快乐。伊困去啊！伊困去啊！去水体咧，去水体咧，去水体咧。哦，0287阿芒黄眼的来，嘿，刚刚那个听起来像法语，偷，这算偷吗？其实，要安怎讲？有的人就是听各种语言的时阵，有时会讲听某一寡语言听起来较浪漫、较安怎，就是这个是一定会有一些个人偏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某几个语言听起来特别的优美。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法语听起来很性感，或是意大利语听起来很性感。对，我觉得这个没问题，这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的。然后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大学的时候有学一点点客语课，然后就有听一些客语歌。我其实觉得客语很好听，对，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客语对我来说还有一点陌生，对，台语就有点没那么陌生，所以就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出乎，也不是说出乎意料，就是比较不会随时觉得它听起来很优美，会在它被用的很优美的时候，觉得它听起来很优美。比如说拿来写诗集的时候，会觉得听起来非常优美。对，但客语的话，可能因为还没有很熟悉，所以可能还有一点滤镜在，就会觉得听起来真的很是个很美丽的语言。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 get 到我在讲什么。啊，发现很像法文，我也说不出哪里像，但确实有的地方蛮像的。我听客话有感的用法，不过和台湾话无共，毋是问有无的意思。安尼是啥物意思？我无学甲遐。难道之前有朋友讲海陆腔客家人讲华语的口音有点像香港人讲华语哦。我也觉得客语跟粤语在我的耳朵里听起来，因为都很不熟悉，所以这个就真的只是单纯就。可能有一些声音吧，可能有一些声音是共同都有的，我就会觉得好像听起来有点像对，会觉得粤语跟客语听起来有那么点像，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说海陆客的朋友讲华语可能有点像香港人讲华语，好像有道理哦，有点像哈，我也觉得有点像。但我语言学没什么研究，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知影的人会当补充。伊困去啊！要安怎讲？去水体咧，去水体咧，去水体咧，去水体咧。
伊拍网球。啊！伊打名球，伊打名球，伊打名球，他是网球，应该是网球啊，应该是网球，不是网球，他是网球。这甲网络共款，应该是网络才对。伊拍网球。网球，伊打名球，伊打名球，伊打名球。我足紧张。伊这字声无去。爱当紧张，爱当紧张，爱当紧张，是不是？爱当紧张，爱当紧张，爱当紧张。哦，爱当紧张。伊困去啊。好 ，OK。伊睡体咧，伊睡。敢有介意？无啦，话字可能伊拍网球。走袂出来我足。紧张。变讲这爱。你很快乐，你很快乐。好，佮学着5句。先学到遮，先学到遮。哦，好啦好啦，佮差6句就会当到迄个，佮差6句就会当到今日的目标。好，无过来。啊，你会讲网啊球，你会讲网啊球。嗨，芝麻爱蛮欢迎你来，晚安晚安。我们现在在用台语学客语，超酷的哦。但可能我台语比他好太多了，所以他台语一直被我吐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啊，不过咱也是会当学一寡客话啦。我客话是真正无啥会晓。咱过来试看觅。你介意网球好？你无电脑好？Severo，这名哪像较汉得看着？果酱嘛会讲果子酱，我感觉果酱应该讲果子酱较合我的语感。来过来学看觅。啊，这走袂出来，这应该是爱啦，这应该是爱。我无电脑。好，你无电脑？爱摸电脑，爱摸电脑，爱摸电脑。爱摸电脑，爱摸电脑，爱摸电脑。我介意旅行。好，爱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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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早愈好。愈早愈好。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哦，这有困难。热，敢是这是要卷舌哈。越早越好，越早越好。热，哦，这就是日的音对吧？热早热好。越早越好，越早越好。热早热好。我介意网球。啊，网球。爱好网球，爱好网球。你是读校哦？我记是好，所以是好，敢是？不是，有人会讲海陆的吗？这里有人会讲海陆的吗？啊，救我！救人！爱好网球，愛校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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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Severo 破病啊 ！Severo 破平咧就是会用。Severo 破平咧。这边安怎读？总医敢是？这两字我唔知影客话安怎读。伊这 Severo 读到有够迄个呢，敢毋是校伊就写好。我毋知影对者是对啊，我都毋知影是伊罗马字写毋对，还是伊迄个发音写毋对。或者其中一个可能是毋对啊，我毋知影对一个，我嘛毋知影要安怎。伊这 Severo 听起来有够迄个的呢。Severo 破病啊 Severo 破病 Severo 好啦，毋是客话安怎讲啦 Severo 破平咧破平咧 Sev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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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平咧破平咧 Severo 破平咧好哦愈早愈好
这会晓就跳我过。无电脑，我无电脑，我跳过。十，我介意旅行。过来。伊即摆颠倒是台语的是写迄个原底的名，啊，这是甲翻译，毋知读起来变啥物款？请恁静落来。请恁进来。请让请下来，请让请下来，请让请下来。啥物有效的用法？敢是我毋知。你咧替我查哦，多谢多谢。请让请下来，请让请下来，请，伊遮看起来无介先请呢，敢是抢？敢是？哇！我互伊母甲作乱的啦。请让请下来，我互伊母甲作乱的。请让请下来。Yasmin 伫巴西。Yasmin 的巴西 ，Yasmin 的巴西，杜巴西 ，Yasmin 杜巴西，根本无需要急，根本无需要急，根本毋是烧，根本毋是烧，根本毋是烧，根本无需要急。伊是想要讲根本毋免赶是哦，敢是毋免赶，无需要急。也是无需要烦恼，也是无需要烦恼，毋是烧，毋是烧，敢是毋免赶？哇！看解说后是类似台语好现的好是哦 ，OK， 了解。哦，根本毋是烧，根本毋是烧，毋是烧，哦，根本毋是烧。学生几岁？学生几岁？哈山几多岁？哈山哦，听起来有哈山几多岁？几多岁？听起来有成呢。这哈山甲哈山。哈山几多岁？哈山几多岁？哈山几多岁？二马金山。二马金山。我买你动手，我买你动手。毋是，你二马哪会变二马呢？太加一字，太加一字，这名是安怎翻呢？这名到底是安怎翻位倒位来？啊，好啦，今仔日目标有达成的啦，达成每一个目标啊啦吼。想到袂当复习咧，我嘛毋知，敢是因为我无纳钱？敢是有可能是因为我无纳钱啦？好啦，就安尼啦，好，即摆大概用看卖，大概知影。好 ，OK， 原来如鸟，好，话甲伤忝啊！今天好激动哦，话甲伤忝啊，无声，所以咱通来歇。看今天是吐槽大会，对啊，小可讲一下我即摆的心得啊，目前为止的心得，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感觉到里面，也确实我没记错的话，它有一些内容是用 AI 帮忙生的，但是问题就是，感觉6集嘛，袂卡抓什么意思？袂卡好笑。我统整一下啊、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感觉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他没有先教我罗马字啊，伊无先教我的字要安怎读，对我不知道我发的音对不对，就是他没有先教我罗马字的，就是怎么读，他没有教我怎么读，他没有教我哪个东西念什么音，对，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看到之后念出来对不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开发学语言的平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然后这个虽然多邻狗没有这些语言，多邻狗没有，至少目前吧，多邻狗目前没有学客语，也没有学台语，所以对，但我用多邻狗摸一下其他语言的时候，就是有看到它有先教那个书写系统，还有怎么念，这个是不是只有照着语音念的功能？好像是我看来看去好像只有这个对，那其他的一些平台会有比较多不同变化的提醒，如果可以有不同变化的提醒，感觉还是比较好啦，感觉还是比较好。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好像只能让我学到一些例句，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有系统的学，好像还是会想要先学会看它的字，让我可以知道就是罗马字写什么的时候，我应该念什么音。如果可以
可以先学会这个，好像比较好，或是不用先学没关系，不一定要强迫每个人都先学，但是可以提供这个选项，就是让想知道的人随时可以去查的话，好像还不错，好像可以变得更好。然后第二个让我比较怀疑的问题是，我感觉到有一些内容很像是用 AI 帮忙生的啦，但是我不知道它对不对，就有时候那个语音跟那个下面的罗马字看起来对不起来啊，看起来不一致欸，我觉得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所以就怎么办？对，所以这可能也是如果可以改善的话会比较好。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做一个学语言的平台的话，怎么说呢？如果你有用 AI 帮忙生内容，也没有说不行，对，当然就是还是要人工校对一下吧，确保一下你就是最后念出来的跟写的都是对的，不然人家找你的平台学语言，但是你没办法确保你教的都是对的，好像有点怪怪的吼，好像有点怪怪的。有个学日语的游戏，感觉学起来蛮实用。什么教我，那是一个网站吗？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可以跟别人一起玩的游戏？教一下。其实嘿，请加一个多谢。学着上班的 paper 什么意思？你是讲有迄个会议、迄个建议拢无实用，是吧？敢是学着这？好了，没有要吐槽大会啦，就是把我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无收钱，也无赞助，无调岗要讲人的歹话，拢无，就是完全是个人体验下来的心得分享给大家。然后我还是觉得不错啦，大家还是可以去试试看，用看。对，那大家，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学个80%正确，或本来讲90%，现在变80%。我觉得用这个去学，应该还是可以学到80%或90%正确的啦。但是就是你学了之后拿出来用的时候，可能需要被真的会讲的人纠正一下，才会变成真的100%正确啦，大概是这样。对，所以给大家参考。哇过他比这是什么？怎么好像听过，好像不确定。我看一下，哇过他比这是什么？这也是可以免费玩的吗？这我没玩过，这我不知道，这我没看过。你们想要看我学日语是不是？你们想要看我学日语啊？看起来好酷哦！好像很好玩耶。它好像让你练到用很多小游戏是吗？它用很多不同的小游戏让你练到这个语言。哇，拜托，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台语版的？开始在许愿了。对，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本土语言版的？好想要哦！台语也可以，客语也可以学，就是大家都逼我学。好啊，我列入我的准备要做的事情清单里面。这个事情好玩，真的假的？好吧，难道我要学日语了吗？他只能学日语吧？他只能学日语对不对？看一下哇 ，Gotabi method。所以他是学日语的。好，知道了。米太的什么意思？想要看我学鹿港腔哈？那你要教我啊？有没有人要教？有看过别人玩的很慌张，这有这么难哦？这游戏很难是不是？好了，看起来不错。想要看我学鹿港腔啊？你要找一个会鹿港腔的人来教我啊？还是你来教我？还是找个那个专业语言顾问来帮我指导指导我的腔口？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无讲袂使啦。回头今仔日体验来感觉就是安尼。我不太确定会不会继续用这个学。虽然我很想学客语，可是就是它让我不确定我学到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有一点伤脑筋啦，所以可能不会。鹿港腔找阿凯，我不知道我没有联络过他，我没有跟他聊过天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我的节目，但好，感谢推荐。阿凯吉现在的 podcast 真正非常好听，大家喜欢听鹿港腔，请要去听，想要听，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对，早安啊，你是 YI 对不对 ？YI 晚安，欢迎你来。虽然我好像差不多要休息了。今天太激动了，计划名称都想好了。什么计划名称？给他，你再想一下。你刚刚给我 K 科，你刚刚去 K 科，医生看腔口，那是口腔还是口腔？还有什么 V 鹏鹏会客语？对啊，可以的话，
好，如果有会客语的 VTuber 可以联络我哦，我很有兴趣学客语。对，如果有会客语的 VTuber 朋友想要教我客语的话，可以教我，或是就逼一个会讲客语的观众出道吧，耶！好，没有啦。现在聊天室是不是就有啊？不是会客，不要玩奇怪，不要玩无聊的双关，好不好？等一下背你1分钟哦。啊，会客语去摊间的，背1分钟。有会客语的人就抓他出道，好，太好了，又绕回来了。对，最终还是有人不敢看了。是谁啊？喜相啊，喜相啊！等一下，你抖一下绿界，真的假的？说抖绿界就抖绿界，主播逼观众出道啊？不是，在我的台这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了，已经不是第一天了，好不好？等一下，绿界，那我要先确定它会跳出来。最近绿界都超怪的，有时候都没跳通知。我先马上登入我的绿界，真的假的？你要抖绿界这么好？啊，好紧张哦！等我一下。好，我登录了。就说我很会编人，我现在开始有意识的越来越会编人呐。看台看一看就会变 VTuber， 或者是逼人出道系。我不否认。不是，我的频道我频道都有一个系列，或者强迫出道教室啊。我甚至有一个系列叫强迫出道教室，肯定是逼人出道的 VTuber 吧？有什么好怀疑的？哎，你回来啦，阿玲，欢迎邓来，太好了，你回来了。原来乱编的是这种感觉啊！上次食髓知味了，好好玩哦，现在好爱乱编人哦，怎么办？我怎么变成这种人？那也安呢？好危险！看台看一看就会出道。嗨，三次方，晚安，欢迎。那对，三次方也快出道了嘛，对不对？初次见面也是因为一株草的 CP， 它不是花吗？是因为一棵植物的 CP 知道我的。你好啊，你是阿雅吗？我是叫你阿雅吗？阿雅，你好，欢迎你来。CP 好吃的话，有客到可以付钱，看你是要付给那个植物帅哥，还是要付给我都可以。对，就是有客到记得付钱，这是我们现在的江湖规矩。好，谢谢。怎么变成这样？怎么办？我今天一直在清喉咙啊！对啦，我昨天感冒啦。对，怎么办？明天还有歌回，然后我昨天感冒，完蛋了。那边安诺，他的形象就是一株草，虽然是鸢尾花，但没看到花蕊啊。伊要细汉呐，他还小啊，还没长出花啊，给他一点时间啦，给他一点时间。VTuber 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成长茁壮，然后开花的啦。对，请大家那个有遇到喜欢的 VTuber 就支持他，让他用钱灌溉他，让他可以开花。谢谢。不一定是我，但是我的话，我也会蛮开心的。好，我先想一下，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嘞？我想想。玩黑魂1被宝箱怪咬好几次。听说我台语很好，宝箱怪是黑魂来的吗？不是，没有特别从哪里来呢？就是我就是宝箱怪，没有想那么多。我不会咬人，只是会有一堆人想要把我的脚拔下来，或是把我拿去吃，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所以原来是阿辉的细汉，不是啦，是讲伊要做细汉的，不是讲伊是我的细汉的啦，卖我别讲。不要像某间公司一样开起来5年还没有一个谁啊？哪一间呐？哪一间企业是啊？那个公司开5年了，还没有一个人出道，不知道没有听过哪一间？大家可以到资讯栏 DC， 对，我的资讯栏有我的 Discord 伺服器，然後大家就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聊。有什么我的脚看就，我看你是很懂哦，那个不是你是第一次来看台吗？你第一次看台怎么就可以讲出那个所有其他观众之前讲过的话？他们都这样他们都觉得我的脚看起来很适合当中药材，怎么连你也这样啊？
我还以为交到新朋友了，结果是新的掠食者吗？大概那也都按那对台瓜怎么这样？什么叫那个芝麻可以吃吗？你是说我脖子那个芝麻吗？太 L 了，不要！想干嘛？感觉烤着吃很好吃。不能排队领取，猫猫开不乱讲。排队领取不行，不会再生，不会再生。脖子上那是束缚吗？风一没有，就是我想戴而已，不要想那么多。只是我觉得这个很酷，好不好？对，它其实蛮重的，但我觉得很酷。我知道等一下聊天室一定会乱讲那个是什么，你们算了，要讲就讲吧，随便。好，就没关系。沉默是不能一人一只。听到他们想摘我的脚，就觉得应该是被当中药材。我不知道也有人是想把它拿去做成杯子啊、脚杯啊。高脚杯，主播全身都是宝，谢谢。可以不要，可以那个爱他就不要迫害他。头上的芝麻感觉很好吃，不要再收那2颗芝麻 Pro Max 超大芝麻，谢谢大家。懂了，很酷，喜欢的。我没有这样说，哇，感谢叶家虎。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哇，感谢0287的赞助。YT 抽太多，所以决定朋友费用绿借给。谢谢你的朋友费，讲的好像一定要付钱才能跟我当朋友，讲的好像我很迂腐，很贪财是没错。贪财啦，多谢0287，谢谢0287的100块朋友费，谢谢。没有拔脚100块就想拔脚。谢谢，没有信用卡比较久，没关系，慢慢来。谢谢你不让 YT 抽，我在 YT 讲这种话可以吗？我不知道。左脚那个蛇是装饰还是火蛇？那是装饰啦，那是好看的而已。没付钱不能当朋友，我没有这样说，但是可以付钱。看了就饿了，真的假的？看到脚会饿吗？怎么可能？为什么看到脚就会饿？不过看一看，我也突然好想吃那个叫什么？跟雷亚胖，突然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啊！海螺面包。谁不喜欢踩？够有钱就可以买看不懂超怪的逃出园。什么？逃出园到底是什么？我来看看。那是豪宅吗？那是豪宅的名字吗？还是什么？对吧？豪宅吧。豪宅。够有钱的话，可能想买其他东西也可以买很多种东西。当主播的朋友门槛好高，还要先给钱。我没有这样说。现在抖不起，所以算了，没关系。有钱再抖，对，有钱再抖，请大家那个照顾好自己，就可以看我看比较久，就可以抖我抖比较久。我的脚包什么线？没有包线，不要乱讲。我蛇是名字跟舌头无关，就名字啊，就是名字而已啊。我是有舌头没错啦啊，看不到。等一下，我怎么让大家看到我的舌头？好像平常没有在给大家看舌头等我一下啊。我想要的话是可以给你们看啦。我想要吗？也没有不行。等一下。还好啊。我也是有舌头的，对我有很长的舌头。我现在不是在给你们看的吗？有看到吗？为什么要看着？什么好吃？什么东西？在讲什么？好吃鸡？哪里吃鸡？有什么牛舌饼？谁给我讲牛舌饼的？是有多？牛舌饼，好啊，牛舌饼，1分钟后见。牛舌饼可以不要讲的，好像我全身上下都可以拿下来吃吗？脚拔下来就可以去酒吧装酒，你有自带酒杯能不能折5块？谁？酒吧有自带杯优惠吗？我现在发自内心的疑惑，酒吧是有自带是有自备环保杯优惠的吗？有这种事情吗？不是外带才有吗？酒吧有在外带吗？我真的不懂我不懂酒吧。我身上有三峡名产，也有宜兰名产。你是新朋友，我不是很想背你。好。你第一次看，真的假的？可能平常也比较少有机会让大家看，是没错。火蛇饼，什么叫火蛇饼？火蛇饼吗？这是新的周边吗？宝箱怪如其名，浑身是宝，又饱又香。自己讲啊，像舌头哪有一定要12点以后才能看？阿辉干嘛看宜兰？应该是有，有点忘记。
火蛇饼好像还有蛇钉，所以之后如果出那个食物类周边，可是我没有执照呢，应该是只能跟那个有执照的联名，应该是这样。如果真的要出联名点心的话，是怎样？牛舌饼上面还要有一颗这样子，好像可以耶，其实蛮有趣的，好，谢谢。所以阿辉刚刚 Kiki 的应该是有，但是没有特别的印象。对，左边有在杂谈的，算了也不错。鹿港牛舌饼比较好吃，鹿港牛舌饼比较好吃，这个我好像。什么叫脚上是靴子吗？什么叫？感谢你的寄付，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感谢玉子的170块买我身上的名产，谢谢。是怎样啊？是怎样啊？怎么大家都想要把我那个肢解拿去卖啊？你们要干嘛？打错字了，脚啊！我想说什么意思？我头上的脚上的靴子，那出牛舌饼，你才刚回来，你才刚绕1分钟回来，就要问这个问题吗？一条毛的古鸡饼，什么一颗芝麻吗？一颗芝麻？哦，原来是波鹿港是厚的，原来如此。我没吃过哎。好，下次我有机会我去买来吃，再来开台跟大家分享。补习班课后写的啊，确实啦，确实差不多。会吃会出火蛇饼，左边再想想。电脑自动选字变成脚上，好吧。好，等一下，玉子要卖我身上的名产哦。我是没有名产可以卖大家啦，但是，好啦，怎么感觉好像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我哪里有什么东西，听起来好怪。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哪里有什么东西，那等我倒立一下。脚上是靴子吗？对啊，脚上是靴子。靴子里有蛇吗？没有，靴子里没有蛇。对，来，脚上是靴子，好不好？现在在探讨我舌头会不会讲话，会不会讲话？好好讲话，有很难吗？大家不要紧张，我骂大家是奖励哈。如果你觉得不是奖励，那就再跟我说。哇，被踩了，这样算被踩吗？对，没吃过牛舌饼，第一次就是火蛇的周边嘛。那我要先找到合作对象，然后要先有钱可以出呢。裤子里会有松鼠吗？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哦。没有裤子里没有松鼠好害羞的节目有什么好害羞？什么意思？讲得好像老观众都知道我哪里的东西，该知道吧？我有给大家看过啊，怎么当然该。灰记干补靠卡蒙，脚上那是蝎子还是什么？好酷！虽然不仔细看一下，蓝绿色拖鞋，那不是它。不是黑色的是靴子，它只是那个有就是长这样，不代表它是拖鞋。你是以为我直接穿黑色丝袜然后拖鞋哦？好那个哦，真的假的？黑色丝袜然后蓝绿色拖鞋，好像也不是不行好像也不是不行给大家看过，给大家看衣服有什么问题？看衣服怎么了？看衣服有问题吗？我都穿的好好的，有什么好不能看的？什么意思？安安怎么倒过来？因为有人想看我的脚上的靴子，所以我就倒立给大家看。请问火蛇会倒立吃面条吗？不会。然后那个，等一下，我是叫你 Janice 吗 ？Janice 晚安，欢迎你来。对，地板动作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要帮我弹，真的假的？阿玲可以帮我弹合作，好强哦，好强哦。好，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可以推荐几家你觉得不错的，让我认识一下，是真的可以，是真的可以。因为想看我的脚的主播大风车好熟练，那当然，我可是会在街访离屋的时候唐突表演大风车的大风车系主播，手指上很多戒指很酷啊。那当然，我除了手指上有戒指之外，我还有怎么突然变自我介绍，虽然也不错。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最近新加入的新朋友啊？不然我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自我介绍好，然后你们也可以对我自我介绍。对，如果你们想的话，对我会努力记住你们。虽然我记性很差，我记性非常差。我记性真的很差，但是我可以尽力。好，我手上除了有很多戒指之外呢，还有其他酷东西哦。有什么嘞？哒啦，有麦克风，重达3公斤的麦克风，也可以叫后面的名字，是不是？什么主播舞蹈天才，真的假的？我还没有办那个火蛇爱跳舞呢，真的有要办吗？我可以叫你好，可以叫你乌马，是不是？好的，乌马，声音好听，谢谢。喜力姆刚片。总之就是我做，大家有看过我的短影片吗？我短影片有一个街访系列，就是会在街上抓一些 VTuber 来问。对，我就是拿着这支麦克风到处去乱访问别人。是的，对，大家有短影片看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都很多主播的反应都蛮赞的。
好，然后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手套就是手套，然后我有5根手指哦。好，谢谢我嘛，谢谢。给桃珠本对啊，给桃红本有听到花提起我，但听说最近有 BL 的 cover 跟 YouTube 推荐才来看。好哦，好哦，好哦，就是为了看那个腐的部分，是不是？然后我身上会晃的东西好多哦，对不对？对啊，仔细就是认真看一下，真是蛮好看的。好，来欣赏一下。谢谢乌马，这么喜欢乌马吗？你们乌马是烧肉对吧？是烧肉店，好像知道，但吃不起，可能要开木枝条才吃得起。不是还有火蛇吞火球的节？没有，我的名字，你的名字，这不是那个复制文吗？铁麦克西给港赌，你这样说也没错，但是也不对吧？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啊。显然那本不对，根本不显然呢。对 BL 还好，只是一个刺激，后来感觉是个有趣。是的，是个有趣主播。是的，我非常有趣。什么5 AM 是套炸狗店吗？开什么火蛇吞火球吗？几天前的人形态1周年没跟到，没关系，你从现在开始跟台，我们之后就还会有2周年、3周年、4周年、5周年，因为我的观众都逼我，没有逼我啦，我的观众都很真诚的建议我可以那个开一辈子的台，所以应该会啦，应该会开一辈子的台啊！你们就要给我看一辈子好不好？只是一个契机，我想说只是一个刺激，什么意思？很刺激，都看什么的 BL 怎么那么刺激啊？结果是一个契机。你恨眼睛？为什么要恨眼睛？什么意思？你的眼睛怎么了？什么？一辈子对啊，我才逼你们对啊，全部给我出道，观众的爱多到满出来，谢谢。确实。蛮常感觉到大家满满的爱的，虽然有时候是以比较扭曲的形式表现，但对我感觉得到，好不好？是的，重男哪有重男？怎么就开到死讲的好像那个，对我要组乐团吗？很想组啊，但是没有机会组啊，没有人，不是我又不会乐器，我唱歌也本来要说还好，但是我明天要开歌会，我唱歌就也还可以，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当一个不会乐器的主唱，可能再想想。一辈子的刺激，什么东西？什么一辈子的刺激？我是大家一辈子的刺激吗？是这样子吗？好像也没有不好啦，也没有不好，那是真的好吗？好，还有什么要看的？我身上还有什么？就穿得很漂亮啊，裤子也很漂亮哦，好喜欢这个金色，这个金色真的好美。然后靴子好不好？不是黑丝加拖鞋，会有人黑丝加拖鞋吗？黑丝加拖鞋感觉不是很好看还是其实还不错，我不知道啦，你们自己研究，我不研究这个的。好，对，是的，我就长这样，对，然后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看的？就我头发可以偶尔可以往上拉起来，好像看起来比较更帅一点齁，所以不能太长给你们看。对，我没穿过怎么知道不好看？我穿过再跟你们讲。腰上有挂玉跟金丝啊，对啊，那不是拖鞋跟黑丝，我不是说不是吗？那是靴子，那不是拖鞋跟黑丝，那是靴子。好，对啊，有玉哦，可以晃哦，很多玉哦，还有金饰哦，没错，是金饰哦。镀金的比较穷，镀金的而已，往上拉好看，对，所以不能太长给你们看。为什么我有狗狗项圈？那不是狗狗项圈，那是蛇项圈，没有啦，就好看而已啊。你们有看过游戏王吗？游戏王初代的主角不是也戴一个项圈吗？有什么好奇怪的？就酷啊，就喜欢皮件啊，对不对？我有会消失的刘海，别人是空气刘海，我是消失刘海，谢谢。穿靴永不失什么意思？穿靴永不失。长发男好坏，对我是长发男，主播。我让你们看腰间的配件，没有叫你看胯下，那是你的问题，主播喜欢项圈，我没有这样说。潮男，对，没错，非常潮。还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看的？对，长发在这里哦，大家看得到吗？绑一根在后面，是的，对，然后如果我不想绑一根在后面的话，还可以那个哦。我没有穿过，我没有穿靴永不失是什么？这我不知道。我会抖肉吗？我不会，我没有在开台玩卡片游戏。虽然我其实蛮喜欢玩卡片游戏的，但是我没有在开台玩卡片游戏。对，我会去做 SPA 吗？你说长发男会不会去 SPA 吗？
我不知道啊，我又没有在出门。好，对，然后长发的部分就是除了绑一根在后面之外呢，也可以绑2根在旁边哦。对，哈哈哈哈，应该不会被告吧？主播可以转身吗？只能这样转，然后转1圈回来，只能这样哦，我只能这样哦，因为我落枕了，我转不到另一边，我只能这样，好不好？好，还有什么想问的？怎么突然变成在自我介绍台，好好笑啊！什么咪咕啦，咪咕，什么物件？咪咕，火蛇会跳火圈吗？不会，你会吗？对，初音火蛇，对啊，低配版初音。好啦，主播大风车不行哦，那我要继续大风车咯。有人叫我不要做，我就越爱做，好不好？大风车就不是不下播在那边大风车，到底在干嘛？到底是什么奇怪的台？哦，好累哦，我要把自己搞。主播后空翻完，刚刚都不算吗？好棒哦！当初初恋可是要抖内才有大风车，是这样没错。那你可以付钱。我会 battle 吗？rap 的话，对啊 ，rap 的话有机会。我最近有弄那个 Open Verse Challenge 啊，就是写歌写一半，然后后半段给大家接续去创作。然后我是用 rap 的，所以大家有想要的话可以来参加，就是观众都可以参加，你不用是主播，你是任何身份都可以参加。我应该把那个贴过来，等我一下，我先把影片贴过来。找到了，来，大家可以来，对，大家可以来参加我的 Open Verse Challenge。好，有说不行吗？没说不行哦，真的耶。主播会吞火箭吗？不会耶。那我可以不要跳火圈吗？我没有要跳火圈哦，你想要我没有要跳火圈，不要尝试操弄我。对，火车不要考，你们是怎样啊？主播会爬110吗？不会，不要去读硕士。对，我不会去读。今天有学会客语吗？台语要怎么学客语？会讲会听，但不会写台语。等一下，这是好多个问题，一个一个来。我今天有学会客语吗？可能有一点点吧。我学会了什么啊？我学会了什么？等一下，我学会了什么？我学到了什么客语？我真的有学到吗？等我一下，我到底学了什么？我学到东西吗？有，但我要看一下，我要偷翻一下。怎么可以读博士？不行，学了但忘了。对，真的学了但忘了，学完就忘，真的是要练习呢。甚至他的学习列表根本没有帮我记下我学了什么，可能有学到但不多啊。茶我记得茶是车子，对，好。台语要怎么学客语？等一下可以补档。我在前半段有比较就有认真在用台语学客语，然后就是因为我会台文，然后那个网站真的可以用台文，然后教你客语，对，就是这样。公共随便给误会啊啦，老了。好，会讲会听但不会写台语啊，正常，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学校没有教你，没有很认真教你怎么写啊，所以没有机会学会是正常。那如果想学的话，可以来我的 Discord 457，在我的那个说明栏有，可以去那边问大家，会有人可以教你。对，我比较少在做教学类的内容啦，对，但我会拿来用，所以如果你觉得多看一点，实际上拿来用的就是影片会有帮助的话，就多看我的影片，谢谢。好。前半段很认真，后半段不认真，后面就是认真在现在就是后半段很认真在跟你们聊天，没有在学东西。对了，矮帽爱爽班，对，还有学到那个爽班是上班是的。在聊天提到主题，然后发现主题内容忘光，真的忘光了。记得主播手头上面有钉子，这个是会忘记的吗？这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怎么可能会忘记呀？怎么可以忘记呀？我在你心中只有这一点分量，不需要记得我的哪里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好，跟大家开玩笑，学会了嘎薯病。对，今天那个其中一个收获就是我已经决定了，下一个被我抓来的来宾呢非常可怜，他就叫嘎薯病，他一定会叫嘎薯病。我不管，我就是在叫他嘎薯病。也可以付钱给你，你会倾囊相授哦。你有在接客语家教服务是不是？好，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阿里莲。记得主播是台语傅正熙，太好了，你记得重点，这个蛮重要的。
这个其实才是重点啦，其他的就算了，好不好？记得这个就好。好，然后记得要来看我的台，在你心中也只有背1分钟的分量而已，是1分钟不够，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1分钟不够，那再去1分钟吧，拜拜。客语没有啊，所以你有提供台语家教服哦，可以付钱给阿玲，会倾囊相授，教会你用台语读写，是不是？原来是这个意思。好，知道了。记得主播的脚脚芝麻可以吃，你也想要1分钟吗？好啊，好，陪你1分钟，拜拜。我一直把人送走，好爽哦！原来是这种感觉嘛，原来是这种。伙食有试过一整个台语开台吗？有啊，有啊。进前试过做侪届啊，还有一开始咧做的时阵嘛，拢是规台拢讲台语啊。如果想要看整台都台语的话，这礼拜天对吗？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周表。我们这礼拜天吧，这礼拜天有那个台语新闻台，嘿，迄台就是全部拢台语的，对。就是礼拜天中午，对吧？礼拜天真的不记得。我的周表嘞？对，礼拜天啦，礼拜天下午1点啦，礼拜天下午1点会用台语分享新闻，那个整台都是台语的哦，全部拢台语的哦。对，明天6点有台语歌会，是的，明天晚上6点会唱歌。明仔载暗时6点会有台语歌会，应该是讲有足侪条拢是台语的，就有2条是英文歌啦，偷塞2条英文歌，但大部分都是台语的歌会，可以来听。台语新闻那个就是整台都是台语的，对啊。我之前其实最一开始做 VTuber 的时候是全都台语的台，就是真的是全台语在开台，但是发现效果没有很好，对，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听不懂，所以来看的人就没那么多，所以后来就有调整了。不过最近又开始很常就是用很多台语了，所以是的，所以就常来看我的话是蛮有机会可以看到整台都台语的，没错。主播不是说不常 ban 人吗？那是过去的我了，我现在改变了，我改过自新了，开始会 ban 人了，开不开心？不开心可以说啦，真的可以说。但我看你们蛮开心的嘛，好有人在好是不是人开心？主播是诈骗集团，一个人哪来的集团？这样哪有集团？卖我别讲。本台观看门槛比较高，什么意思？要付朋友费是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也是说会有很多台语，是不是啊？有道理，意不意外？开心？对，我编别人，你们很开心啊？好。怎么有一些没被 ban 的人也很开心啊？什么意思？这样我是要不要 ban 你们？还是你们就喜欢看别人被 ban？那也可以。对，我也蛮喜欢看别人被 ban 的。主播是火蛇集团，听起来像什么奇怪的乐团的名字。确实啊，我形态蛮多的，组一组是一个集团，没有错。好了，我好想尿尿，可以下播了吗？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明天晚上6点见哦。明天晚上6点，我们要唱歌，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对，会唱蛮多的，今天发现有趣火蛇，可惜晚点才知道，没关系啦，我才开1年多而已啊。如果我真的，应该是真的，就真的要开一辈子的话，那还有可能100年呢，或是好几十年呢。对你才错过1年，没事啦，你才错过1年多还好啦，不要紧张。你也是很早就来看我啦，对不对？抖内多少就多久不能去厕所，不行啦，这个太危险了，不要玩这个，奉劝大家不要玩这个。阿辉尿尿坐着还站着，你问这个干嘛？坐着。对，你是主播的做效果工具太好了。现在看起来是跟阿酸在角逐本台最常被 ban 的人。好，你们竞争一下，冲马桶会盖马桶盖吗？一定要啊！怎么可以不盖？那个细菌会乱喷欸，要盖。看主播的全台语台要带翻译的，真的，真的，门槛真的是稍微高一点，但可以叫聊天室的人帮你翻译啦。如果大家有空愿意帮忙翻译的话，是可以帮忙翻，好吧？好了，我要去尿尿了，我们明天见。想问什么都我有回答，对不对？阿慧有想好嘎薯病的人选了吗？有，没有啊？就是下次谁跟我联动，谁就是嘎薯病呢？我都记不得我自己的周表，但上面应该是已经有排其他联动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但反正下一个跟我联动的人是嘎薯病。记得洗手，当然会洗手，说不定看久就听懂。我也觉得，可能听久了就会慢慢听得懂，真的会有。
可以拔奖吗？不可以。好，那降落去哪？给大家惊喜啊！你们等一下去了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就飞吧，耶！降落，耶！应该是会去看人家玩游戏啦，应该啦。好，那我们就 go 了，拜拜。